你都买名字啊，这名好难记哦。爸，英文个安珠娜 baby 啊，係啊，我係 baby 都得咯，你那些打算用邊吧？我哋我打算結婚咯。係啊，用佢就係我冇買名我都上校咯啊，用幾多交代名都不好啊嘛。喎。我打算要用3個就係，如果全部都係例子嘅話，睇嘅做個睇貓， T 嘅含耳貓，第三嘅我。哎，阿雕，爸，三毛啊，咩，3個第三個我都唔生啦，所以我最叻例子叫做狗剩。一樣，我上班人上到喎。咁難聽嘅名，你家估買一人估到啊？係啊，名呢就一般般，不過啷個啲以前我那個名一用啊，起碼做那對啲就係咯，都過好用嘅。如果全部用妹就我都買名。如果全部生妹子嘅話，我一上校嘅喎，睇嘅我睇妹， 2嘅含耳妹， 3嘅我。哎，我有啲，爸，天天嘅三妹，咩，生到第三個都唔生小妹啦，第三個妹就按到豬妹，就按到豬妹。我俾我啲名更難聽噶，四嘅妹就到豬妹個，睇嘅不如按到豬條咯。豬條，好彈牙嘅，豬條就豬條咯，而且用三妹就冇嚟自己啦。奶子嘅噃，睇呢個我煲奶子嘅話，名就掹個豬條豬妹喎，按個愛睇、早睇、來睇咁多嘅喎。睇，如果冇用嚟就看有都冇計睇。就是他，你啊，講還沒有生奶子，你還沒有生奶子啊？冇啥，我兩個咩幾來做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忘記了。哎呦我的媽！哎呀，難道要做下啲啊？阿叔，幾阿哥啊？我睇咗啦喎，哪呢？聽見？哎，你冇來喺做場中人總之嘅，忙前中間就先搭行，忙前用字先攞名。我爸更年期到了，人的脾氣是比較暴躁一點的。這麼老才更年期啊？第二次。哦。抖音。